我收到你哋嘅支持，你嘅安慰我收到晒。最緊要係收到一份希望。當初知道患乳癌，覺得好彷徨。我收到香港乳癌基金會免費派發嘅乳癌護理錦囊，裏邊有我需要嘅資訊，仲有我的歷程，俾我記錄心理狀況同病歷。入邊嘅攬枕，我做完手術之後一直用到而家，舒緩我手術後嘅不適。當確診乳癌嘅時候，難免會覺得不安同無助。香港乳癌基金會一直與患者攜手，喺抗癌路上提供全方位支援，以關懷帶來希望。而家只需要捐款支持基金會，就可以為初確診嘅乳癌患者送一份乳癌護理錦囊，傳遞無限嘅愛與關懷。你嘅一分一毫都係大家前行嘅力量。香港乳癌基金會陪伴乳癌患者走每一步。